為了讓公車的司機會當專心駛車，商北甲學界研發咱國內頭一個結合 AI 的服務系統，或者商北 AI 公車站長，今仔日開始啟用，只要掃 QR code 就會當問 AI， 看是要插路線，也是問公車當時會來攏會使，而且台語嘛會通。我即馬要去草山，我會坐幾路的車？你好。以下是對市政府上修教育零散的乘車方案，請參考。坐公車的時陣要查路線，要知影公車當時會來，拄到問題，只嘛摕手機掃公車頂的 QR code， 問 AI 公車站長就會使。站牌吼，那有即個所謂 QR code， 那即馬手機相機拋開，翕落，咱就連到咱的系統，有一個按鈕，試落了，咱就用講的，就像咱即馬甲輸問講問題同款。為着要好使公車的運將，會當閣較專心駛車，減輕回答民眾問題的負擔。商北甲學界共同研發國內頭一個結合 AI 甲公車資訊的智慧服務系統。商北 AI 公車站長唔但會曉講華語、講英語、講台語嘛會通。AI 在咱的生活中已經變得足重要的，咱會當利用咱的科技會當改善咱的規個生活環境吼。咱即擺用國語、英文。甲用台語攏會通。這個部分的軟體即嘛擱咧開發，擱咧訓練。我嘛直接叫大家咱的民眾乘客一起幫我們訓練，愈來愈巧，愈來愈聰明。這項 AI 服務對7月23開始，服務的範圍是商北地區，愈濟人使用，伊就會愈巧。商北交通局嘛希望未來會當擱增加日語、韓語等等服務國外的觀光客。記者郭玉記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